最近在你的人生中，是否做過什麼重要的決定？當我們要面對陌生的職場轉換，開始一段深厚的新關係，或是投入一個無人涉足的創業項目時，我們的本能反應是什麼？我們會搜尋網絡，確認行業口碑，甚至親自前往現場。這不是因為膽怯，而是通往目標最英明的戰略第一步，是為成功而做的準備。今天我們要看人類歷史上最扣人心弦的一幕信息搜集現場。以色列領袖約書亞派2名探子進入耶利哥城，他們不僅是間諜，更是為了將上帝的應許化為現實而勇於用腳踏地確認的探險家。約書亞暗暗地派出了這2個人。在希伯來語中，探子一詞 abbar 並不只是遠觀，更包含親自用腳踩踏確認的意思。約書亞記2:1-3。40年前，他們的祖先曾偵察迦南地，回來卻灰心地說：我們在他們面前像蚱蜢一樣。但約書亞不同，他不僅在腦海裡記得上帝剛剛強壯膽的吩咐，更親自邁出腳步，深入危險的敵陣腹地。用現代語言來說，這就是徹底的市場調研和現場確認。上帝並不希望我們閉着眼睛盲目跳入，而是希望我們直面現實，並在其中通過腳踏實地去確認他是如何作工的。然而，在偵察的過程中發生了一個驚人的反轉。探子們躲藏的地方，竟然是妓女拉合的家。在世人眼中，那是最低微、最邊緣的地方，但那裡卻隱藏着上帝的拯救計劃。這一幕讓我們聯想到後來降世的耶穌基督。作為上帝，他不僅坐在天上的寶座，更像是一名探子，直接來到了這個充滿罪惡與危險的世界。他踏入了我們生命中最卑微、最陰暗的角落，在十字架上代贖我們的罪，並戰勝死亡復活了。就像外邦女子拉合因迎接探子而名列彌賽亞的家譜一樣，今天當我們迎接進入我們生命的耶穌時，新的人生探險就開始了。親愛的弟兄姐妹，現在你在恐懼什麼？是不確定的未來，還是對失敗的恐懼束縛了你的腳步？今天耶穌對我們說：去察看那地，請鼓起勇氣，走向你所憂慮的職場、關係和挑戰的現場。你絕不是孤身一人，曾與約書亞同在的上帝，以及先於我們來到世上拼得勝的耶穌，必引領你的腳步。上帝已經把那地賜給你了。在這一周裡，請親自走向因恐懼而推遲的現場，邁出你的腳步。在你腳掌所踏之處，上帝的拯救必將開啟。